当来关心咱台股今仔日一开盘无偌久呢，就跌超过500点嘛。专家是分析讲，这美国政府虽然讲已经恢复运作，也毋过一寡资料到当时还未公布，毋才会造成这款的现象。因为美国联准会是传出要来暂停降息，这也牵绊到科技公司明年融资的状况。 台股10早盘出现真大微暗，开盘平乌，为27,816点开出来了后，落到上加27,383点，超过500点。电子股嘛同款有压力，台积电开盘大落到1425块，落35块，电子股差不多全面失守。市场解读是外资全面撤退造成的卖超。 美国的殖利率期券出现了熊陡的发展，除了对于股票市场出现估值的压力之外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针对于 AI 企业未来的融资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压力。那我们看到，当这个殖利率曲线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是往上抬升的同时，那这个背景是建立在美联储降息的环境当中，那么就代表其实，这个降息的环境并不足以让整个投资人呢，有一些比较属于资金宽松的乐观预期。 亚洲股票市场卖暗嘛正重，就是日经指数早盘大落，嘛超过1000点。韩国综合国际指数同款开盘，落价幅度差不多2.6%。专家解读，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结束历史上上长的关门，不过关门期间因为欠缺官方的资料，可能包含 CPI、非农就业指数，拢无法度如期公布。美国联准会无法度判断市场的情势，国际官员释出暂停降低利息的警讯，引起烦恼。 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呢，最主要来自市场面哈，包括外资的流出啦，汇率波动以及科技需求可能放慢哈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是金融波动，而不是金融危机。专家分析，美国降低利息的期待可能无望，大升受到冲击就是 AI 相关概念股，因为市场烦恼 AI 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提高，金融机构融资审核更加困难，也可能利率调悬，影响甲美国客户合作密切的台积电。不过目前台股起落是属短线波动，长线来看，台湾今年经济的成长率可望挖近6%，经济基本面也是真好。记者采访报道。